睇完火箭，我哋去國家領導都會去嘅地方。海南島環島遊你試過未？真係每一個地方都好多椰青同椰子㗎。喺文昌呢個沙灘真係冇人，真係好適合你避世。呢度嘅沙係爽身粉狀，靚過泰國好多海島嘅沙。而家去緊呢個地方，海上圖書館。勁似馬爾代夫。落咗車之後，大概行10分鐘左右。呢度雖然曬，但係海風勁舒服。佢有啲似海上面嘅 villa。來都來了，扮下文青先。呢度話係圖書館，其實係一間 cafe。書唔算多，但係值得嚟影相。我就行咗15分鐘㗎嘛，行完啦。聽人講話，因為唔係旺季，所以冇乜人。有陣時出嚟行走江湖，見少啲遊客都唔錯，你又點睇呢？跟住行過少少，坐車去中國博鰲。呢度係咩嚟呢？聽講每一年亞洲嘅領導人都會嚟呢度開會。呢一嚿石呢，就係博鰲嘅平安石。咁我而家就喺博鰲嘅玉帶灘。呢個灘勁搞笑，左邊呢就係鹹水，右邊就係淡水。旺季時期坐呢啲車呢，要100蚊人民幣。提大家你可以講價嘅。一條片我會去海南島南部，分享俾你朋友，等我繼續努力剪片。睇完火箭，我哋去國家領導都會去嘅地方。海南島環島遊你試過未？真係每一個地方都好多椰青同椰子㗎。喺文昌呢個沙灘真係冇人，真係好適合你避世。呢度嘅沙係爽身粉狀，靚過泰國好多海島嘅沙。而家去緊呢個地方，海上圖書館。勁似馬爾代夫。落咗車之後，大概行10分鐘左右。呢度雖然曬，但係海風勁舒服。佢有啲似海上面嘅 villa。來都來了，扮下文青先。呢度話係圖書館，其實係一間 cafe。書唔算多，但係值得嚟影相。我就行咗15分鐘㗎嘛，行完啦。聽人講話，因為唔係旺季，所以冇乜人。有陣時出嚟行走江湖，見少啲遊客都唔錯，你又點睇呢？跟住行過少少，坐車去中國博鰲。呢度係咩嚟呢？聽講每一年亞洲嘅領導人都會嚟呢度開會。呢一嚿石呢，就係博鰲嘅平安石。咁我而家就喺博鰲嘅玉帶灘。呢個灘勁搞笑，左邊呢就係鹹水，右邊就係淡水。旺季時期坐呢啲車呢，要100蚊人民幣。提大家你可以講價嘅。一條片我會去海南島南部，分享俾你朋友，等我繼續努力剪片。